我係 Debbie，好多人識我都係因為華人教育。喺呢10幾年嚟，我被問得最多嘅問題就係：Debbie，而家做教育競爭咁激烈，點解你偏偏會揀成人教育呢條路呢？其實我最想扶持嘅係嗰啲喺生活入面負重前行，但係仍然唔甘心平凡嘅成年人。我哋呢代人每日都喺度追求緊績效，追求所謂嘅人生 GDP。但係當我哋擁有咗物質，內心係真係圓滿咗啦咩？家庭真係和諧咗啦咩？我發現成人嘅成長往往比起細路更加迫切，因為我哋係家庭嘅支柱，我哋嘅進步定係停滯，係決定咗一個屋企嘅溫度，甚至乎決定咗一個企業嘅生命。如果話呢條路我行得特別堅定，係因為10幾年前有一位 buddy， 我嘅學員，亦都係我嘅戰友，佢嘅上半生係喺好複雜嘅家庭度過，嗰種嘅艱難，外人係好難想象。嗰時佢帶住個女，眼神入面全部都係迷惘同埋漂泊。後來佢鼓起咗勇氣走入我哋嘅班房，我親眼睇住佢由一個破碎嘅靈魂一步一步咁樣修復，最後收穫咗愛情，建立咗美滿嘅家庭。見到佢生活變得充裕，心靈變得豐足，我比邊個都嚟得開心。但係老天爺好似開咗一個好大嘅玩笑咁樣，佢就喺30幾歲，正係要去到大展宏圖嘅時候，就因為一個突如其來嘅哮喘，佢就係咁樣離開咗我哋啦。呢件事對我嘅震撼好大，我意識到人生和意外，邊個會先嚟？我哋可以帶走嘅只有呢個世界創造嘅體驗同埋感受，而我哋可以留低嘅只有對呢一個世界嘅貢獻同埋灌溉。呢件事令到我明白，想做嘅事一定要及時，想追嘅夢一刻都唔可以等。而家係互聯網同埋 AI 嘅時代，知識周圍都有，但係你哋有冇發現呢一啲碎片化嘅學習，往往都令到人有一種識咗嘅錯覺。市面上收腦嘅課程已經太多，教你點樣賺錢、點樣管理、點樣用工具，但係收心嘅課程又有幾多呢？學歷可以解決到你生存嘅條件，但係唯有智慧先至可以解決到你生命嘅層次。喺華人教育，我哋10幾年嚟扶持咗4000名嘅學員攞到高等學歷，但係我哋最驕傲嘅唔係俾佢哋發嗰張文憑，而係見到佢哋喺體驗式練習入面突破咗思維嘅界限。我成日同喺職場遇到瓶頸想轉行但係又唔敢嘅人講，意向決定命運，淨係諗全部都係問題，敢去試先至可以有出路。我哋堅持嘅原則好簡單，就係9個字：正念、承諾、負責任、感恩。我哋唔係將你送到去畢業就算數，我哋要扶持你去到人生績效突破為止。我心入面真正嘅教育唔應該只係財富嘅累積，而係全方位修心、修腦、修智慧。當我見到學員們收穫咗驕人嘅成績，圓滿家庭，甚至更上一層樓，成為人哋嘅貴人，嗰種感動係冇辦法用言語去表達嘅。呢啲先至係教育喺社會最生生不息嘅滋養。做咗咁多年國內外高等教育碩士、博士嘅項目，如果有人問我人生淨係可以上一個課，你會選擇邊個？我嘅答案永遠一樣，就係華人 CE 正念訓練，沒有之一。未來華人教育會由個人行為結果嘅突破，再邁向溯源層次嘅突破。人生只活一回，有夢就去追啦！